在地人在地前，当年清明前后是举办碟，也就是清明碟签刷的季节。规定的举办碟拢会由来南平飞往北平，并且将云林县拿来乡作为中途的休息站。今年3月12日8:50分，台湾举办碟生态保育协会观测到每分钟有319只鸭踏到国道3号拿来段外车道封闭让这个清明碟过标准，创下有史以来上早封路让碟的记录。国道3号拿来段到清悬的防护网啊，这就是每一年举办鸭签刷会进行的国道让碟道。今年来最大量，那总共飞跃有55710只的数量，那最高峰有来到1分钟690只的数量。台湾举办鸭生态保育协会讲，因为今年寒天较冷，伫咧2月礼拜，因为天气烧热，乌蝶拢趁好天飞出来，天气若较冷，应对密起来。可能是因为在南部地区，在228年假的时候有，出了一个很好的天气哈，那比较回温的时候，它就会往外冲。高公桥保护鸭的措施，那展现台湾对生态保育的重视，嘛互民众同齐见证举办鸭签刷的美丽景象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